打不过陈孝宇，还成为了他的老婆，怎么不找找自己问题？你才是他老婆，你全家都是他老婆。这还有人跟我说，哎，王贝尔你那么强，怎么还这么怂？那我问你，我很强，我是不是刚出生？是不是刚出生？我是无敌的吗？不怂等着被秒吗？回答我！我不屈服会不会飞升？你回答我！你们这些说蚁王是他老婆的狗，回答我 ！Look in my eyes, tell me why, why baby why？ 啊，我出生就能很轻松，我出生就无敌吗？我是不是捕食才能有伤害？每个猎物都能被我秒掉，是不是？啊！说话！王贝尔开挂都来了，那我再问你啊，陈孝宇一直升级了，他装逼有人敢打他吗？回答我！陈孝宇带着妹子，他装逼，他到处装逼，有人打得过他吗？我王贝尔为以后报仇啊，能活吗？啊能！王贝尔装逼，你看荣耀都称王，往你